今期視頻通過一個食品安全事件，你會應翻我上一期視頻提出嘅觀點。呢個事件發生喺2個月之前，有媒體發現喺市場上面流通嘅白胡椒同埋白胡椒粉，具體參雜咗一啲假冒嘅成分。於是記者就走訪咗一啲胡椒加工生產同埋主要嘅集散地，佢發現問題真係不少。我哋先去睇一段視頻。這個找的這個不像胡椒的中間的有節了，它是面疙瘩的吧？做出來的呀。總產地發過來，它都是淘洗泡，磨合的嘛。對，就是這樣方法。喺呢段視頻裏邊，記者去到安徽亳州嘅一個藥材批發市場，佢喺一啲商家裏邊發現一啲假嘅胡椒粒。呢啲胡椒粒咧，應該就由米粉加咗其他黏合劑之類，然後用機器壓出嚟嘅。然後呢個記者以15蚊1斤嘅價錢喺拼多多上面買咗1包白胡椒粒，佢將你啲白胡椒粒即係上裏邊一泡，結果就全部用開晒。喺睇完呢個視頻之後，我亦都自己去拼多多搜索，發現真係有好多10幾蚊1斤嘅胡椒粒。於是我亦都買咗1斤翻嚟，然後我將買翻嚟嘅同埋我用嗰啲胡椒粒擺埋一齊嚟度對比，右邊嗰啲咧就買翻嚟嘅，左邊嗰啲咧就會用開嘅。真正嘅胡椒粒唔多唔少佢會有少少異嘅，假嘅就冇啦。然後我將呢啲假嘅胡椒粒用一啲水泡住，雖然佢冇記者泡嗰種一泡就泡爛晒，但係我泡咗一段時間之後，啲水都變得好濁，而且已經有一小部分係溶解咗啦。我買你啲胡椒粒嘅時候，我故意按照唔同嘅地區嚟度搜索下，我發現最多商家賣呢啲胡椒粒嘅地方係河南，第二多就安徽，而反而胡椒嘅產地海南就好少，所以我有啲懷疑呢啲假嘅胡椒粒嘅產地係咪都係喺河南？而安徽因為佢有一個大嘅中藥材批發市場，所以佢嘅集散地就喺嗰邊。不過呢啲純粹有個人猜測。跟住揾翻呢間鋪嘅售後，我直接同佢講話我要投訴佢。佢一開始都好淡定，上嚟就咁賠翻4蚊俾我就算數。跟住我好堅決咁同佢講話，我一定會向拼多多同埋時間無半去投訴你嘅。佢一聽咗之後就主動咁存款退翻俾我啦。然後我就向拼多多投訴咗佢。呢個係胡椒粒嘅，我哋再一睇胡椒粉嗰啲視頻。呢個記者主要去嘅就係德州市下屬嘅樂陵市陽安鎮啊啲胡椒生產企業呢度調查嘅。喺大家企業，佢攞住一樽標稱係純嘅胡椒粉，呢度問個老細，裏邊嘅胡椒粉含量到底係幾多？個老細就話5%左右。然後記者又去到另一間廠佢暗訪，佢同樣係攞咗一樽30克嘅胡椒粉，問其中嘅一個工作人員問呢樽幾錢？個工作人員就話呢樽係8毫紙，其他啲細廠可能做到5、6毫都有。但係呢啲細廠用嘅料就係米粉加埋啲辣椒麵，佢哋做嘅係高級啲、規範啲嘅，因為佢哋標稱嘅係複合調味料。然後記者問佢：如果你個配料上面派序係點樣嘅？佢就話派序第一嘅係白胡椒，然後先到米粉。但係按照白胡椒價嘅40蚊1斤嘅價錢，佢30克最低嘅成本，如果係白胡椒嘅話，都可能要2蚊4。就算有50%係白胡椒，都要1蚊2。所以佢嘅白胡椒嘅含量絕對係唔會超過1半嘅，可能只係1小半。所以佢將白胡椒放喺配料表嘅第一位，絕對係錯嘅。然後我哋繼續睇第3個視頻。呢個視頻裏邊，記者就去暗訪第3間廠。第3間廠佢哋嘅負責人就話，佢哋生產嘅白胡椒粉，除咗有胡椒同埋米粉之外，仲有啲胡椒精。我相信呢間廠絕對會喺佢產品上面標示胡椒精呢個配料嘅，所以佢肯定亦都存在一啲虛假標示嘅行為。以上就係呢個胡椒粉造假事件嘅大概經過。好，跟住就同大家分析下呢啲行為違反咗咩法律法規。首先講嗰啲胡椒粒，因為胡椒粒佢係屬於農產品，唔係食品，所以佢唔能夠用食品安全法嚟到處罰。而我揾過其他農產品相關啲法律法規，其實係冇一個條款可以針對呢種行為嚟到做出處罰嘅，所以喺行政處罰上面可能有一個盲區。但係刑法上應該可以，佢呢種行為已經係屬於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啦。當然個違罰金額可能係超過5萬先至可以上刑嘅事。然後講個生產胡椒粉嘅行為，呢種行為可以分2種。第一種就係佢標稱話係純胡椒粉，但實際上用嘅係米粉，呢個屬於食品安全法裏邊所指嘅摻假摻雜嘅違法行為，係可以處罰5萬以上嘅。而另一種嗱，佢雖然用咗好少嘅胡椒，但係佢將胡椒放喺配料表嘅第一位。或者係佢雖然用咗胡椒精，但配料表上面冇顯示，呢一種都係屬於標籤違法嘅行為，最低係要罰5000嘅。所以呢幾種違法行為嘅情節都唔一樣，對佢哋嘅處罰亦都有高有低。但係最令我唔明嘅啲就係喺當地基本上對呢種違法行為冇乜點處理，當地嘅相關處理情況，我哋喺下一期再慢慢講。多謝大家。好酸。